朋友要記得多啲洗手。我好多時候我都唔夠高，掂唔到啲水咁點算呢？好似佢咁爬上嚟洗手，好危險喎！以前媽咪好辛苦咁樣抱起我，洗完手仲搞到佢啲濕晒添。而家有個咁得意嘅 AQ 燈，我就越嚟越中意洗手啦！只要裝上去個水喉度，睇下我咁樣咪掂到啲水咯。媽咪仲教我要兩隻手咁樣捽先至夠乾淨噶。AQ 燈又易裝又易洗，大部分水喉都啱用，無論出街定屋企，我都一定要用 AQ 燈嚟洗手。你都會中意佢噶。